下一位請李廣宇議員。多謝主席。人工智能發展咧喺國家同埋香港嘅規劃入邊咧，其實好清晰而且非常之正面啦。咁其實我相信好多市民打工仔咧都期待嚟緊有更加多嘅人才培育啊，推進人工智能廣泛應用啊，甚至係做好生態圈各方面嘅嘢。咁我有3條問題嘅。第一條問題就係咧喺全民嘅 AI 嘅普惠計劃入邊咧，我哋點樣去平衡頭先講嘅呢3個唔同嘅社群咧？有所有嘅市民啦，跟住青年啦，同埋啲中小企嚇。我見到咧，其實個內文入邊有講話有3間機構咁啊，數碼港、科學園、生產力促進局，咁好似係講緊每一個機構咧就自己要負責一 part。咁譬如打工仔嘅就係生產力促進局嚇，咁啊，但係打工仔咧係有成300萬人嚇，咁究竟嗰個錢嗰度？你5000萬係點樣去分咧？平分咧，定係點樣咧？會唔會話生產力促進局即係佢做咗一啲所謂嘅研討會工作坊，咁就叫完咗佢嘅 KPI 咧？嚇，咁第二咧就係我哋見到個目標咧係講緊5000萬，受惠人數咧只係得5萬嘅啫。咁我想睇下呢5萬入邊咧有幾多係學生，有幾多係在職嘅人群咧？個 KPI 點解要定喺5萬咁少咧？嚇，咁如果全民係講緊有700萬人嘅話，咁個總金額大概又會有幾多？我哋呢啲課堂咧有冇考慮過咧可以用 online 嚇，咁啊可以將個2年嘅目標嘅人數咧再提高嚇，咁亦都同時間會唔會考慮咧將呢個我哋係由創科局去出資？真係配合更加多嘅勞福局啊，或者教育局啊，去做成件事，令到佢更加普及咧。唔該，主席。好，咁第一條就係3家機構嘅定位係冇分工嚇，有冇話邊一間係主攻邊一 part？第二條問題之前都有議員問過啦，就係嗰5000萬去5萬人嘅分類嚇。咁局長頭先都答咗 AI 大講堂，有啲係對面向群眾㗎啦嚇，咁亦都有啲係對某類型嘅人嘅，睇下會唔會有更加清晰嘅分類嚇？請阿局長。我想請周可焦副秘書長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。好，請上。好，多謝李議員嗰個提問啦。咁其實我哋嗰個5萬人咧，其實都係主要係因為我哋嗰個其實嗰個資源確實係有限嘅嚇，即係5000萬元嚇。咁其實所以點解我哋話希望係透過3間佢哋分唔同嘅界別去舉辦呢啲課程，就係希望盡量去減少個資源重疊，即係唔想同一個類個群組咧。3間機構都做，其實即係反而會令到呢啲資源咧係會即係嘥咗嘅。咁所以其實如果喺數碼港呢個層次咧，就好似我哋文件所講咧，主要其實佢係針對一啲學生啊、一啲嘅弱勢社群啊、長者咁樣。咁而喺科學園嗰度咧，主要就係一啲大專生啊、一啲研究員啊、一啲比較高階啲嘅群組啦。咁最後就係生產力促進局，就主要係一般嘅中小企嘅一啲在職人士。咁希望可以喺有限嘅資源底下咧，可以做得更加多嘅。咁呢個就係第一啦。咁事實上其實當然5萬人，我哋當然都覺得係唔足夠啦嚇。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起步嚟嘅。咁同埋我哋而家呢個全民 AI 呢個普惠嘅計劃咧，其實都係我哋全民 AI 呢一個嘅所謂嗰個嘅理念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。我哋同一時間其實教育局佢哋有佢哋嘅數字教育，佢哋有中小學喺課程裡面去提升嗰個嘅 AI 素養啦。咁喺僱員再培訓局同埋職訓局嗰邊，佢當然佢亦都有佢嗰個界別嗰個群組，係可以係透過佢哋本身嘅一啲資源同埋佢哋嗰個框架咧，去提升嗰個嘅 AI 嗰個應用能力啦。咁所以簡單嚟講係相輔相成嘅。咁當然我哋會睇翻嗰個實際嗰個操作，去不停咁樣檢視，睇下可唔可以盡量可以喺呢個現有嘅資源底下咧，做得更加多嘅。咁事實上頭先其實李議員都有講到，其實本身而家喺嗰個設計嗰度咧，其實咧無論係線上線下嘅課程咧，其實我哋都係有包到，就係正希望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咧，可以係接觸到更加多嘅群組嘅。唔該，主席。